3分格，由呢個眼珠對上入完半寸，跟住再斜翻入去。咁跟住啦，大概前陰嘅位置咧，啱啱好2節半嘅手指啦，又或者呢把梳2/3，呢把梳嘅2/3嘅位置，攞到過去呢邊嘅眉骨位置，呢邊嘅眉骨位置分翻開，梳靚咗，跟住先幫佢做捲。呢個時候啦，記住要將佢嘅頭髮側起，甚至乎 over 過佢本身嗰個位置，再過啲，跟住以水平捲嘅方法，第一下一定要落到髮根，第一下一定要落到髮根，因為你髮根唔夠熱嘅話咧，咁咧根本上成個頭咧，其實你做完呢個位置咧，個 volume 都係唔夠嘅，所以我哋第一下一定要落到髮根。同時間啦，慢慢放翻嗰陣時候，唔好咁快整散佢，我哋由得佢 keep， 等個形狀可以保持得耐啲，更加好啲。先攞個夾，暫時固定佢，小心每一執，千祈唔好落得太多，因為太多嘅話咧，可能就捲唔到入邊。永遠削最面個汁，淨係只可以削底部嘅啫。有需要嘅就用少少 hairspray 去幫助。攞完第一執，順住咁攞埋第二執。上頭髮嘅話，一樣嘢要注意，記住攞埋呢啲勾拉一定要攞得靚，因為好多時如果呢啲勾拉攞得唔靚嘅話咧，削到咧通常都會削到一嚿嚿嘅。好，跟住之後啦，我哋鋪翻落嚟嗰陣時候咧，記住梳翻順啲頭髮，因為好多時咧鋪落嚟咧，你唔梳順翻啲頭髮嘅話咧，咁其實咧係好難做嘅，甚至乎咧表面咧都會比較污糟邋遢。咁我哋一層一層梳翻落嚟，頭先削過嗰啲梳翻落嚟嗰陣時候，仲要做一個程序，打開，等到佢唔會變咗一住聚埋一點。跟住啦，輕輕落一層 hairspray， 落少少 hairspray 做咩咧？再梳一次，等到佢面層啲頭髮順滑嘅。但係你會見到成個頭嘅形狀唔會有啲大啲細，全部都係盡量都係一致嘅。手嘅位置放喺邊個位咧？下面呢隻手嘅位置放喺後枕位，即係凹咗落去嗰個位啊！我哋所講嘅，一路梳。我哋跟住綁一綁啦，要實嘅。因為我頭先都講，我哋今日嘅髮型係比較簡單啲，我哋唔使理咁多嘢啦。咁樣最主要我哋做個頂位置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就直情做4手邊就算啦。我哋唔需要成條整晒啦，咁樣整得一半嘅，因為其實最尾咧都係得呢邊走出嚟嘅就睇唔到嘅啫咁樣。所以咧我哋就全部收入去，令個尾巴收喺入邊，尾巴收入個 U 偏。首先插咗落去個頭皮度打洞插，跟住之後再將佢打橫，再懟入去，以橡筋中心為主。咁呢個就會令到嗰個髮型更加貼服，甚至乎個形狀唔會變得太過奇怪。一樣啦，打洞咗，再打橫，再插入去。咁我哋就變咗一個好乾淨嘅，跟住咧呢個就插落去啦，插落嚟。但係記住睇汁，千祈唔好削太多，因為削太多嘅通常會爆出嚟咁樣。咁我哋首先削一少少嘅底部，同埋表內層嘅頭髮，同埋個高度，增加個高度。第一層我哋可以係最高嘅，記住第一層我哋係可以最高嘅喺度。我哋削其餘嘅髮束嘅時候，必須要小心，比之前嗰一束需要削得比較細力啲，甚至乎個厚度相對嚟講要弱啲。咁我哋放翻落去嗰陣時候，就可以更加自然、更加靚。咁我哋跟住之後啦，梳翻靚個面又係。
跟住我哋需要將近髮線嘅位置嘅頭髮梳翻滑，甚至乎我哋嘅方向要向另外一邊，等到佢嗰個企起身出嚟嘅效果會更加明顯。暫時固定嘅夾啦，需要用到。慢慢將呢啲頭髮撳翻落去，梳整齊佢。因為好多時呢啲位置你梳得唔夠整齊嘅話咧，最尾佢就會比較亂㗎啦。亦都係一步一步慢慢梳，一步一步慢慢梳，梳到咁上下啦，你覺得個形狀差唔多啦，或者整齊啦，個面都係。跟住攞啲夾暫時固定翻個形狀，方便佢唔會再走嚟走去。跟住之後，我哋以包一個形式將佢包埋落去。首先先攞支微梳，將啲頭髮壓入去，最緊要將呢啲咁細質嘅頭髮咧，我哋翹喺個髻入邊為主，攞翻個 U 邊固定翻啲頭髮，攞翻啲夾出嚟嗰陣時候，大家都要注意，千祈唔好咁大力啊，細力少少，然咧小心慢慢攞起啲夾先。咁跟住啦，再噴多次 hairspray， 小心將啲頭髮梳翻靚佢，甚至乎黐翻實佢。咁就完成咗今日一個簡單而乾淨嘅新人髮型啦，多謝大家。